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3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撒母耳记上卷15章32节到34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他曾经这样说道，那想要保存自己生命的，反倒要丧失生命；那为着我失掉生命的，反倒要得到生命。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39节的经文。这是因为人们总是忘记谁才是上帝，就如同扫罗王一样，他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所要面对的问题。如同扫罗王一样，这个明显的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更不是上帝所要人去执行的事情。现代人非常讲求那个人权但是上帝来说却不是把上帝放在眼里了就如同昨天我们提到扫罗王一样虽然他口里说原谅我原谅我，但事实上他却是说因为我怕人民，所以就这样子的好像得罪上帝变成理所当然了。所呼召的人顺服上帝的旨意，顺服体制，其实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就是在很多的时候看到人们总是如同扫罗王一样，不懂得先检讨自己，却先检讨起制度，推卸责任给人们，责怪上帝不够公平。今天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卷15章32节到34节，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就是在帮扫罗王善后，因为扫罗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为之。道成肉身在信仰上面的意义，其实说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上帝是昔在今在将来也要永远同在的上帝。那昔在是什么？过去上帝亲自临在，后来也透过如同摩西一样的仆人作为他的代言人这个代言人有先知有祭司有士师等，向以色列人说话。今在福音书的时代，上帝亲自透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这个以马内利的上帝。耶稣他代表的是上帝的拯救，如同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经说过，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因为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将来也永远存在。约翰福音第14章提到了耶稣基督他要离开这个世间之后，他将要求上帝赐下一个保惠师圣灵，来代表耶稣基督与人同在。不但是现在同在，
继续在将来也永远同在。道成肉身就是说，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受呼召的基督徒必须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自己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让上帝的国度就降临了。道是什么？约翰福音这样解释：宇宙被造之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太初，道就是与上帝同在。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当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这生命把光赐给人类，光照射黑暗，黑暗从来没有胜过光。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他来为了那一个光作证，为要使大家听见他的信息而信。他本身不是那个光，而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根据约翰的说法，道在宇宙被造之初早就已经存在了。道就是上帝，道就是上帝创造的能力，道就是光，是改变世界的光。上帝透过了耶稣的道成肉身，对人表达了他的心意，并且赐下道，使人能够得救。道成肉身就是上帝的旨意，差遣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世界之光。因着他的降临，而将救赎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所以道成肉身在信仰上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代表上帝亲自降临与人同在，这是应许，这是保守，这也是上帝赐给人的恩福。第二，就是道要成为基督徒的生活准绳，让我们能够愿意去实践上帝的旨意、命令，让上帝的国度真真实实的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可以见证我们的上帝就是同在的上帝。诗篇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亦无缺乏。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照着应许引导我走正路。纵使走过阴森山谷，我也不怕灾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用杖领我，用棍护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待我如上宾，斟满我的杯。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宇中。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见证，并且具有基督的形象，真的是活在基督的光明之下，远离那些黑暗的行为思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